创世基金会屏东分院呢设立到今已经买20档的时间啊，今年是头一摆了钱。院长表示讲，即马就是受到景气歹，也阁有天然灾害影响，顶半当这无着的钱呢是减300多万，就连过节的义卖量嘛卖无一半。院方是强调讲，虽然即马状况是真艰难，不过也是会继续来服务食物人。去年我们有做一个圆梦计划。 然后就是经过家属同意，他们愿意跟他家人一起拍照。壁顶挂水水是病患甲家属的沙龙相片，拢是创世基金会屏东分院安排翕的。屏东分院创立要20档，照顾真侪病患。不过院长林湘华表示，今年受到经济歹、灾害济相同打击，若捐钱的民众减少3成，连固定举办水果义卖，今年嘛比应过减少一半以上，互因手头愈来愈闲。统计到7月，已经超过300万的债务红利。 1到7月部分，相较去年已经付了300万。那我们捐款部分呢，相较于去年，我们光上门就主动来捐款的部分就找了将近500笔，那上门就找了将近180万的收入。 创世屏东分院目前收治53位食物人，并且提供到厝服务70位重症病者，每人每个月照顾费用差不多要5万至7万左右，负担沉重。林湘华讲，尽管扣钱困难，食物人的看顾袂使断，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会使用定期定额的方式，一个月300块，大家斗3工一寡医疗物资的部分。其实定期定额我们大概推了3、4年了，100、200都可以定期定额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去购买尿布、奶粉啊，然后做我们照顾的费用，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长期的注意啊。为着协助渡过难关，有企业甲民间伫顶个月31带头捐59万块，协助屏东分院核消毒设备和医疗器材，提升院内食物人的生活品质。院长表示，下半年的募款甲义卖活动，嘛是会继续照起工作，希望有更较侪民众会当和因斗阵做功德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